街睇樓，嚟到啟德跑道嘅 C 區，帶你哋睇天璽海。天璽海係新鴻基2026年嘅重頭項目之一，而天璽海亦都曾經創下咗68,000蚊一尺。今次主要開售嘅係7棟4房嘅單位，而我哋嚟到天璽海，梗係睇咗佢2141尺嘅維港煙花海大單位先啦。Hello， 各位你哋好，今日啦行街睇樓，嚟到啟德跑道嘅 C 區，帶你哋睇天璽海。先介紹一個2141尺嘅煙花海大單位，每一戶都有一個獨立嘅電梯大堂。一出 lift 嘅右手邊有一個清潔消毒嘅空間，一入屋前就可以做一個簡單嘅清潔。一入門口右手邊就係廚房嘅位置。再直入就有洗衣空間，再直入呢就係有工人房同埋廁所。跟住我再介紹另一邊嘅睡房位置。入睡房之前呢度有一個小小嘅偏廳，呢個都係一個套房嚟嘅。佢個房都可以望到海㗎。而家介紹嘅係一個主人嘅套房，有一個獨立嘅衣帽空間，有一個雙洗手盆，房有兩邊落地嘅大窗，非常之光猛。我再介紹另外兩個睡房，呢個就係全屋嘅間隔啦。跟住要介紹嘅係5座另一個4房嘅 B 單位，每一戶都係有獨立嘅電梯，一出 lift 都係有一個清潔嘅消毒空間。等我帶大家行一個圈先。跟住再介紹7座一個4房嘅單位，一樣都係有獨立嘅電梯大堂，出 lift 都有一個消毒嘅清潔空間。同樣，我都帶大家行一個圈，睇下全屋嘅環境。
3個單位就介紹到呢度。最後當然梗係要介紹下佢哋嘅會所啦。今日就介紹到呢度，3個單位，你哋鍾意邊一個呢？歡迎留言話我知。一期一會，下條片見，拜。